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7月2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5篇，何西阿书第4章第1节到19节，使徒行传第1章15节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罪。罪的定义其实有真侪角度的思考，就算是伫法院内底经无共款的法官来经手审理的下面，伊的判决有可能会完全无共款。台湾还佫有一批法官，因的判决常常互社会感觉真不可思议，所以因这的人就被称作恐龙法官。咱台湾最近咧努力，为着要避免这种恐龙法官的代志发生，真努力咧推行美国人民陪审团的制度。这种制度看起来比较较会当脱离一个人论罪的危机啦也看起来嘛比较较民主。但是要倒一提醒，因为陪审团的成员素质，特别是迄个法律的素质，甲因的背景，佫成做这个陪审制度的另外一大的问题。伫美国的牧师时常接到这个陪审的吊命，但是伫这个陪审制度内底呢，时常也会受到拒绝。为什么呢？因为真有可能牧师职责的关系，对伫伦理、甲是非的标准，甲社会有真大的无共。嘛真有可能是因为会牵涉到基督信仰所咧讲的听，甲赦免的原则，甲法律的原则有冲突啦有的罪是真容易看见知影的，比如讲前几天伫南投草屯这个杀人的事件。但是圣经内底甲咱讲，除了一寡这种真容易判定的这个罪行以外，大多数呢是这种道德罪啦，也是讲背离上帝的罪，这种就较困难。何西阿先知安尼甲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恁着爱留心去听上帝对这个所在徛起的人民的指控。伊讲这个土地不忠不信，人民无承认我是上帝。因背叛誓约，讲白贼，凶杀、偷窃、奸淫，因不断犯罪，血案累累。所以伫这块土地要来干旱，人民得要来喙打死，一切的飞鸟、走兽，甚至水内底的鱼，拢要来灭绝。首先，咱看到先知指控以色列人的罪，因所领受的刑罚是非常严厉的。因不但是不断犯罪，背叛誓约，讲白贼、杀人、偷窃、奸淫等等这的，因也应该是犯着这个迫害整个环境的代志，所以讲到一切的飞鸟、走兽，甚至水内底鱼，拢要灭绝。这好像亲像咧讲现代世间的人，上帝的先知来甲这个祭司讲：恁毋通去控告人民，因为真真正正犯罪的人就是祭司因家己啦。何西阿先知也安尼讲着，讲上主讲：祭司啊，恁莫控告人民。
也莫指责因，因为我要指控的是恁，恁日夜乱撞，先知也共款乱撞。我要消灭恁的祖国以色列，我的子民灭亡，因为因无承认我。恁即批祭司无承认我，佮拒绝我的教导，所以我要拒绝恁。无承认恁的子孙是我的祭司。恁即批祭司，恁的人数愈侪，就愈大胆来得罪我。因为安尼，我要互恁的荣耀变成做见笑。我的子民的罪，甲恁饲肥，所以恁爱因济犯罪。恁要爱缀人民受同款的刑罚。我要照因的行为来报应因。恁要食分互恁的祭物，却食袂饱。恁着爱去拜爱凡失的神明，却无法度承约，因为恁离开我去对其他的神明。所以因上大的问题是，这的祭司先知也去拜偶像，离开上帝的道路。圣经对罪的看法也无共款。伫希伯来文化的讲法，写袂着红心的，就是罪。就是讲对伫事的判断是无有即种灰色的地带，也无有妥协的空间。耶稣基督讲：你若心动着邪念的，就是犯罪。也是咱讲罪是对心来生出的。这是耶稣基督所提醒咱的，咱当然爱彼得提醒来警醒。使徒行传第1章也讲到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虽然伊对耶稣基督3年之久，本来是受呼召要来甲使徒做伙服侍上帝，但是伊的心内却充满着贪婪、钱财、诱惑，并且降服伫撒旦的试探内底，因为安尼伊犯罪啊。圣经甲咱讲过了几工有信徒的组织，约略有120人参加。彼得徛伫遐讲：朋友啊，圣神正着大笔的喙，伫圣经有言有关犹大带人来掠耶稣的事，实在是实现，必须实现。犹大本来被竞选要来分担阮的事奉，做阮中间的一份子，但是圣经也另外记载讲，犹大用伊最歹赚来的钱买一块地，就伫迄个所在，伊坠落，伊的五脏离开，破气来死。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拢听见这个事，所以就用因的语言叫迄块地叫做阿吉大马，就是会惨。20节讲，亲像诗篇顶悬所写的，愿伊的主体荒凉，无有人住伫个内面。阁有一位写着，愿别人取代伊的职分。有人要取代遐得罪上帝的人，无论因是毋是受到呼召，因是毋是选民。因将来要被取代，因为因要亲像犹大共款，敢若亲像洗礼约翰对犹太人所讲的话：恁毋通为家己想讲亚伯拉罕是阮的祖先。我甲恁讲，上帝会当伫这的石头来做子孙予亚伯拉罕。宝头已经看伫树仔头。所有无结果子的树，拢甲伊扯落来，迄落火。
马太福音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诗篇85篇，上主啊，你有施恩互你的地，以色列受掠的人，你有解救因倒转来。你有赦免你的子民的罪恶，擦消因一切的罪过。你有收回你隆重的受气，煞你猛烈的受气。真求阮的上帝啊，求你互阮倒转来，煞你对阮的受气。你兼无永远对阮受气，你兼要继续受气到万代。你兼毋甲阮救我，互你的子民因为你来欢喜。上主啊，求你互阮经验你不变的疼，将你的救恩赏赐互阮。阮要听主上帝所要讲的话，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就是神的子民，赏赐平安繁荣。总是因毋通倒转去行愚妄的路，因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互伊的阳光临到伫咱的境内，慈爱甲信实来相拄，公义甲和平来相揽。信实对地发出，公义对天降落。上主赐好物，咱的土地大丰收。公义会行伫上帝头前，为着伊准备道路。感谢上帝赏赐阮救恩，也呼召阮诚做仆人来服侍上帝。求主帮助阮来离开撒旦的试探，离开罪的陷阱，互阮甲主拿亲近。感谢祈祷奉主基督圣名，阿门。